點解正義女神會咁火爆？唔單止係頂級嘅演員陣容，而係因為佢揭開咗每個家庭都可能要面對嘅痛點——青少年犯罪。既然父母唔教，就由法庭幫你教。劇集開播以嚟，全網都喺度讚緊阿蛇嘅演技。今次佢唔係 man 啫，而係少年法庭嘅法官嚴惠之。為咗追查一單少年天台殺人案嘅真相，佢放棄高院嘅大好前途，主動降職走入咗少年法庭。而撐起呢一場正義之戰嘅，仲有一班好戲之人。劇中一連串觸目驚心嘅青少年案件，縱火、霸凌、家暴、傷人，甚至係謀殺，每一單都令人髮指。天台命案嘅震撼，好多人都激讚高成斌嘅演技令人心寒。但其實真正令人心寒嘅係背後嚟自家庭教育嘅缺失。你試諗下，一個阿媽眼白白睇住自己個仔俾人推落樓慘死，導致精神崩潰，但係被告就因為有一個大狀阿媽，最終成功脫罪。脫罪之後仲要去挑釁死者嘅阿媽，最終導致佢失控枉死。高成斌無疑係一個惡魔少年，但係導致呢一幕幕悲劇發生嘅真正罪魁禍首係佢嘅大狀阿媽高淑華。高淑華明知個仔有問題，都仍然一味盲目咁維護，企圖掩蓋事實真相。呢一點正正就反映出青少年走上歪路，大多數根源都係嚟自家庭教育嘅缺失。而根據香港警務處公開資料顯示，2025年全港因為刑事罪行被捕嘅青少年有2662人，當中10到15歲有1038人，16到20歲有1624人。每個數字嘅背後都係迷失嘅少年同埋破碎嘅家庭。暴力結伙犯案正正就係青少年罪案中最常見嘅類型，就好似離島三害換埋案，青少年結黨施暴，屢教不改，喺法庭上邊互相推卸責任。呢啲劇情寫實到令人痛心，大家係咪都覺得似曾相識？仲有縱火案同樣令人憤慨，被告只係因為俾人鬧，最終釀成悲劇，導致普英爸爸重傷死亡。但係佢喺法庭上邊態度輕佻，毫無悔意，而佢嘅爸爸更加係盲目咁維護。呢一種盲目最終只會害咗個仔。仲有殺嬰案、校園霸凌案、家庭教師性侵案等等，每一單都直指青少年成長嘅缺口，實在好值得每一位家長反思。而更難得嘅係，正義女神堅持法理同人情兼備，言官挑通眼眉，並唔係一味重判。對於真心悔改、受到威逼、遭到霸凌嘅青少年，堅持以教育為先，俾佢哋改過自身嘅機會。但係面對嗰啲冷血慣犯、毫無悔意者，就絕不手軟。近年香港青少年犯罪率持續下降，2025年嘅跌幅更加係高達6.3%，係1990年以嚟最低。呢一啲都離唔開警方同埋各界防罪工作嘅共同努力。但大家千祈唔好忘記，家庭教育永遠先係第一道關口。就好似劇中好多少年罪犯，其實佢哋唔係天生壞，佢哋只係缺愛、缺管教、缺引導，又或者係被溺愛、被忽視。而當劇中言官面對同樣嘅家庭考驗嘅時候，繼女被捲入校園霸凌案，被逼參與欺凌同學，令佢陷入咗情與法兩難之際。呢一段戲背後真正嘅意義所在，係提醒各位家長，親子溝通係預防青少年行為偏差最重要嘅防線。正如言官所講，父母唔教，咁就等法庭嚟教。但係退一步諗，我哋更加希望每個青少年都能夠喺家庭嘅關愛中成長，唔需要走到法律嘅面前，先至明白到後果嘅嚴重性。正義女神唔單止係一部出色嘅劇集，更加係社會嘅一面鏡，照出咗少年犯罪嘅成因，照出咗家庭責任嘅重量，更加呈現咗司法溫柔又堅定嘅力量。最後老土啲講句，子女好與壞，在乎溝通與關懷。仲唔快啲收藏轉發俾屋企人，一齊努力守護我哋下一代嘅健康成長。話時話，正義女神入邊邊單案令你個印象最深刻呢？歡迎評論區一齊分享。